卫福部伫1月13审查46个疫苗受害救济申请案，其中有3个经过判断是甲疫苗有牵连，同意施行救济。这内面有一个是伫咧嘉义市注高端疫苗，了后出现一个皮肤伤，落尾也核定以5000块的救助金。目前也是头一个注高端疫苗的救济个案。嘉义市一位民众去年10月注第2档高端预防射了后，皮肤出现问题。 迄当阵虽然无法度确定甲注疫苗有关系，但是根据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的会议资料，核准补助5000块的救济金，成做台湾第一个高端救济个案。在10月2号施打了第2剂，那之后出现了皮肤瘙痒的症状。那我们在11月中旬的时候有帮忙送件申请这个疫苗受害救济的这个申请。 除了嘉义市，嘉义县阁有一个因为注 AZ 预防射引起心肌炎，嘛摕到补助7万块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注疫苗的不良反应通报到单有777件，其中申请卫福部受害救济审议的有84件，有8件审议结束，只有2件通过补助。其中2件是打 AZ 有赔偿，是分别赔偿了3万跟10万块钱的。那主要是有一些点状出血或是神经的一个病变的一个状况。 目前嘉义市高端甲嘉义县 AZ 这2个要补助的审议结果，也未送到地方的卫生局。嘉义县市政府拢强调，民众注疫苗会当避免重症，犹原是减少疫情传播上好的办法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